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下面咱来读1980，这个小说。我唔知，我想要做一个分享，也毋过我唔知要安怎来处理。这个应该是，你敢对？你敢会使？我无确定咧，应该会使吧？好，应该是安尼。好，我要来读这个1980啊，有可能会去用到迄个啥找代语，因为我字数的时阵毋是真知捌，就来遮做分享安尼。好，安尼这个啥，我淡薄时间，我来甲迄个连结分享一下，等我一下。有兴趣的朋友就讲参考啦。这个1980是安怎讲？我要推荐迄个做台湾百合的这个戏出，真精彩啊！呢，因为虽然讲这个1980的小说是用1980这年过，毋过对台湾来讲，可能嘛算种是啥？就是恐怖时代吧，因为迄种无民警啊统治方式，真正近来看是真不妙啦。毋过看你徛伫什么角度嘛。当然，迄个1980这个小说，300几啊，反正台湾版将近头尾380也好啊，1/3，正百页，甚至第一部分，因为这个小说分做3部分嘛，第一部分咧读的时阵，迄个真叮当啊，真恶啊哩，迄个台湾百合这个小说嘛，台湾百合这个戏出嘛，差不多是这种气氛就对啊。所以我顶悬这个连结，你若有看到，敢若是2000几年的一个戏出，我袂记得。疫情期间，我伫 YouTube 顶悬看，前一阵仔，我搁看第二届进敢若看到31集的看吧，差不多。所以当然，迄60集的戏出，每一集拢41-2分钟，当然使讲的故事较侪。1980这个小说才300-400页，当然这300-400页，伊可能年过。差不多，主要是1980，也毋过故事的主角，伊个去回想细汉的事啊是安怎嘛，所以我嘛会使讲一寡内容就对啊。所以这个我讲台湾百合会使含这个啥，1980这个小说做一个对应对照。当然，我前一阵有看到一个香港人，伊分享1980这个小说，但是伊伫咧引用的画面是看起来敢是电影啦，只是我无去看过，我毋知影。总是我要讲的是台湾百合这个小说，甲1980这个台湾百合这个戏出，甲1980这个小说会使有一个对应。当然这是完全无同款的故事啦，只是有当阵一个讲法是啥？遐个独裁专制还是啥？手路拢差不多啊，一直到呾，可能咱嘛阁会使淡薄仔看到一寡影子吧。所以这我毋才会讲1980这年过，敢若是过去啊，也毋过过去还未过去，所以讲参考啦。我就讲，都含来拄好，时间来拄好。台北时间暗40点，做伙来遮读寡册。若9点进前呢，9点进前随我意，我来读这个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我互你确认有打咧，打咧，要打才对，敢若袂。我就讲这个
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开花结籽吼，袂输是亲情莫计较 Plus 徐夫人的客兄。徐夫人的客兄是啥？徐夫人的客兄是迄个 D.H. Lawrence 的小说啦，所以我就讲，那春水这本开花结籽是算不离啊险啦。那阵讲你知影险是啥物意思？伊无听着、无看着迄段，可能伊无感觉。若有听着、看着，应该伊无画面无得看啦。若有听着，应该会使小可理解迄个险是啥物货安尼。我搁打一条互做师傅人的客兄 Plus， 亲情莫计较，亲情莫计较，一个 YouTube 万来副校长有甲伊翻译做台湾版的，伫咧网络顶管我嘛找着。然后迄敢是电信公司还是啥？伊要做一个类似台语的语料，然后就有真侪作家甲因的作品分享出来，台湾的作品，可比讲吴忠祥，伊就开放伊的作品100万字，其他个足侪作家的，陈秀基洪淑娇、高家辉，甚至即个我才看到尤万来万来，所以万来哟伊用迄个可能罗马片语去写伊的名嘛，所以就变万来游伊嘛敢若160万字，所以目前伫咧网络顶悬，可比讲伊讲啥 Gemini， 我袂记，就是 Google 迄个 AI 部分，伊就有得到较侪台语文本的啥语料库，去训练，因会使3捌台语安尼。好，所以敢若讲是600万字、1000万字吧。原来无算济啦，含咧英语的比起来，含华文的比起来，可能原来嘛是3百啦。全世界可能敢若9%是中文嘛，即9%内底中文敢若9%，就是0.8千分之8才会看到台湾遮来。所以台湾的物件，你若毋是台语文的，人来找你是无啥物意义，我想。好啦，继续来谈即个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开花结籽。时间到，第3年来讲听，随便讲1、2分钟。方向听煞，顺嘴搁甲明珠讲，恁阿姊离婚嘛是不得不急啊。同一个样，风困甲碰到，才提靠继续迄个做工的。无彩伊遐尔古水面，较会拢变即款傲气咧。是伊目睭处啊，大母人大母亲啊，还袂晓认人，嘛是家己幸的，要怨啥人啊？这甲恁阿母高德性，袂顾家，想家己一身的缘故。若老爸是找啉顾铁，逐项拢甲放外，两翁仔某拄好一担，相趁相养，才会安尼啦。院长，你安尼讲嘛是，较无平正。明珠刘艺潮方向经体离婚的代志，随搁接讲，上无离婚嘛有继续迄个害有心的查甫人啊，是穿较换才嫁出尔，哪有啥物不得不急啦？袂大着甲人乌白斗，安尼敢毋是？院长，明珠袂爽方向第一口说离婚阿姊，就是因为恁明珠还未嫁入进前，就摕一间腹肚归转来，佮找无迄个野种的查甫人是啥人，强要卖得伤山，才去甲囡仔摕掉，这才是不得不急啊！你敢知？方向听煞，青定平定，一阵的黑暗片。头壳袂舒服，雷公讲着，互伊即时硬气，强要变 A 狗，目睭掠明珠金看，差不多有1分钟久，才有那回魂转来。
一字一字温温啊问讲，敢真正有即落代志？医长，我着甲你照实讲，民主嘛一句一句豆豆啊回话，眼教有一半兄弟姊妹拢知，敢若你是囝婿兼外人，生性毋知。即摆话术敢若真正要甲一寡迄个啥，臭空哟，还是啥物货，乌出来，逐个偏方安尼，这算讲歹听话，要留逐个来留做一段呢。好啦，时间到，转来读咱的1984年。1984已经读到二级尾200以啊。3年嘛来啊！大家看朋友，我毋知恁有看过英文版还是中文版无？当然台文版上袂到啊，大概无遐尼济人有兴趣安尼。伊刚刚看到一个人伫咧网络顶管讲，伊买一个毋对去，了准讲是华文版的，一摕来讲哪是台文版的？遐有材料读，无材料读要送人安尼。好，安尼咱来读，我着读过，然后3年你对着安尼话。即段无细到后壁就搁较大段，好啦。3年我毋知你会堪一无？好啦，我读较大段会读2段啦吼。你尾啊，迄个对话，你才读。我先读2段，吼，来。伊继续伫柔软的地毯顶面往回大骹步，汗臭大丛，当作数一款兄目的优雅，连甲手插入去裤袋啊，也是也一支烟，又加一款难放弃的目细事啊。伊准阁较热心，嘛无热公者的迄款心，嘛无热公者的迄款归心寥落。伊讲到杀人、自杀、性病、切除骹手，也是改易面容遮个代志的时，煞一时啊，哪咧滚酸笑煞一时啊，哪咧滚笑。迄个开口亲像咧讲，这无法度避免，咱主要做诶时，就是爱敢死去做。毋过，若是有一日人生阁值得活，这就毋是咱爱做诶代志啊。对于欧伯人诶羡慕，甚至是崇拜，为 Winston 心肝底溢起来。伊暂时无阁想起哪真哪烦诶 Gorston， 只要看到欧伯人勇壮诶境界，甲伊粗皮款、歹煞佮斯文的面，歹煞，这里到底是要煞是？因为我咧猜想讲伊迄个啥，伊讲歹煞佮斯文的面，就会坚信这是一个拍袂落的人，无啥物诡策伊袂当对付。嘛无啥物危险，伊预料袂到。连主理嘛，亲像足钦佩，自身听甲昏花去啊，都毋知。欧伯人佮讲，好，这段本来段我甲读一个欧伯人的物件。恁拍算听过关系兄弟会的谣言啊？家己定着嘛有一个印象啊。恁无定会想象有规个地下世界。拢全阴谋分子，因伫土坑内底秘密开会，甲信息砸伫壁顶，做伫壁顶，用暗号还是特殊的手势来烧人，212啊啦吼，无迄款代志。兄弟会成员无都互相辨识。一个成员上济嘛，敢若会知影几个其他成员的身份尔。古斯人本人准也万不至去互思想警察抓着，嘛无才调甲一份专员名单也任何斗会出一张专员名单的资讯交出来。无迄款名单伫咧，兄弟会扫除袂掉，因为这就毋是一般的组织，甲遮个人夹做伙无别项，敢若一个理念，一个袂疼血的理念。恁无任何资源甲恁相挺，敢若即个理念，恁感受袂到同志情，嘛无人会甲恁鼓舞。若是恁落尾风掠去啊，无人会甲恁帮助，咱无咧帮助成员。一家，若是真正
有人爱踮去，一半摆啊，咱有法度甲一块喙鬚刀片头压入去笼仔内，恁爱惯死即款看袂到结果、看袂到万的日子，恁行动一段时间就会互掠去，恁的招人，过来互处死，恁看到的结果就是安尼尔。咱即世人是无机会看到一丝仔改变，咱一世人，咱正等的性命是伫未来。到迄时，咱是看来是偌久以后，无人知。无的确是1000年，现主是咱敢若会用伫一点仔一点仔，甲健全人生的地盘混看，别项拢无可能。咱无法度做定行动，敢若会当甲知识一人传一人，一代传一代。伫思想警察监视之下，无别项法度。最后一句，伊暂停第3摆看伊的手表，因两个，迄啥，酒业甲温森去找伊嘛，找伊，我讲安尼结甲一地，即摆才讲一地，我无确定，因即两段嘛，真正不哩啊大段哩。好，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有啊，其实看伊即种。思想警察就被属于在警种，伊有讲咱其实嘛无想过讲，伫咱即代就成讲爱一代传一代，其实就有人会通灵，就通着一寡日白白是恐怖叫人害死的，因就化做一群人，毋是一个尔，伊就讲其实会当做指导灵，是因为因袂感觉家己有够衰，讲嘛有人是白色恐怖，互人玩弄死。毋过伊讲我哪会遐衰啊？我讲这种人可能就法度咧提升家己，就可能就甲咱普通人共款，都去淘汰安尼。我看这真正有一种气势，就是讲，阮是会互人牺牲的嘛。嘛是结局嘛是无啥物好结局安尼，就是这种精神，以上。好，感谢珊妮甲咱分享。所以我是捌设想过，就是讲，至少我的信仰是灵魂袂消灭，伊会一再传送，还是一再淘汰，还是安怎就对啊。所以中国国民党走来台湾做甲遐尼济。夭寿台，然后228，到尾也袂是恐怖，尤其228上济人，就是困头杀死遐尼济人啊，迄拢足侪拢是冤枉死的嘛，总是有人毋甘愿嘛，毋甘愿，迄个人会搁找出路嘛，我个人真正怀疑讲，1947年228以后，甚至到3月、4月、5月，就是开始倾向开始啥，迄几个月。无正常死亡人几万拄几万，所以有可能迄个几万拄几万伫1947年的3、4、5月以后，甚至可能延到1950年代，毋知啥物时阵，搁去定淘汰啥有诶无诶。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设想啊。有一寡就是，迄个啥，不管是心理师，有诶人会使透过。咁样潜意识，还是对来讲，啥物通灵这种代志，这个物件目前在因西方的科学，敢若是还未有一个相对正规、相对正统，或者是因的科学愿意承认的，这种可能变成做是啥民间传说，还是私底下当作谈资，甚至或做啥物俏谈的话题。有当阵有个人伊有法度讲到有口有手，听的人嘛听甲耳仔拍拍，真诶假这无法度去验证。抑毋过，我个人是感觉纸袂包得火啦，只是迄拍火偌大拍，迄纸是啥物纸？所以今仔日进前，Sunny讲进前，我也敢若也毋捌。伫别所在和别人讲过，嘛敢若毋捌看过文献，还是看过有人的作品，还是啥，还是记录。就讲今仔日听3年安尼讲，我讲有我即种想法，我感觉我毋是唯一啦，一定有人会安尼想的嘛。
啊，只是讲有人安尼想，敢有相当的一寡文献记录，还是安怎？这我毋知影。所以，感谢三弟所讲的这个，我拄则咧找迄个什么200亿啊，顶悬26、7抓遐，讲只要看到 O'Brien 臃肿的筋，一粗批是敢若，你看伊的英文是讲，when you look at O'Brien's powerful shoulders 肩胛头嘛 ，and his bone featured face， 看你什么粗批，粗批款歹煞佮斯文的面，一定是 blunt featured face， so civilized， 因为迄个歹煞我是当然，华语中文可能讲什么，还是台语讲啥？面啊怀爸爸，就讲有个人真正就生迄个面啊，啊，毋过人伊有可能是安怎讲？有一个啥？伊所以伊才可能想要表达迄种安怎讲？无啥相款吧？伊头前来讲伊真优雅，真啥，啊，毋过外形外表也是鼻目喙就是安尼。因为即个歹煞佮斯文，我都毋捌字，我看袂出来。我知是大概即几字啦，就是啥物 his blunt featured face 嘛，就伊面安怎嘛，后壁是 so ugly UGLY， 所以应该是咧讲歹煞即个话。歹势我读，我应该安尼读好。甲伊粗批款歹煞佮斯文的面啦，应该是安尼读，歹煞佮斯文所以安尼应该会使翻做摆在，因为伊头前介绍有讲一只鸟鼠摆在个里安尼。毋过摆在敢会是伫咧迄个在，随便讲。头前咧讲鸟鼠，迄个摆在就讲真侥幸，煞伫遮出现啊！你真摆在，即件代志摆在啊，你歹处理啊。毋过即搭只ugly，可能就是纯粹面容无好看嘛。有诶人就是安怎讲？真缘投。我无听着，准伫咧讲啊？歹看面对，ugly可能会使歹看面啊。有诶人是缘投嘛，所以遮 Q 是啦，查甫诶是叫 Q 是。Q 是，Q 是是毋是？无 Q 是性格嘛，敢若毋是外貌吧 ？Q 是我无。因可能毋对，就是讲查甫。夹势，敢是夹势，夹势，迄敢拢是属于较性格上诶吧？外表诶，有诶就是，可能有诶人有，曾经发生意外，转变破相。可要讲什么面去用灰，就变成恁就看会出来，迄个人诶倒影甲正有真大，互你看会出来真差就对啊。咱咧就，但正明显诶即种，咱就台语就讲破相啦。什么目睭，什么目睭大细蕊，迄个大细蕊是意外造成诶，什么目眉去互倒回。着怎感手全功能不全，也是欠缺，咁么跬骹啦，跬骹破相就是骹无方便，甲面容鼻目喙有迄个，毋是一般人会有诶迄种形体哟。我讲嘛，什么耳仔减一块肉啦，鼻仔歪去啦，也是目睭。青眉怎？迄个目睭皮有去倒流过啦，什么目白去什么抠着，迄个抠着可能是去什么会烧着，还是去倒流着规个喙去，怎一边歪去？反正迄一看会出来，毋是迄种讲倒面正面正平磅诶。当然
咱每一个人，你若真正去看你家己的面啊，其实倒面正面，毋是遐尼啊一对一讲，怎么讲？有一个是啥？你对你的认中甲偏，啊个偏心迄搭遐一条线，一条中轴线对无？迄条线你画落去啊，你的倒面正面，你敢若无甲一个人吼，会使用迄个照镜的方式，甲倒面甲正面啊连起来。我要讲意思讲，倒面正面一定有前差的，只是有的人伊迄个前差用电脑较水，毋过大部分的人，佮要讲我家己敢若，什么？或者是无讲得对啦，什么下海关系平呀，什么倒面正面的迄个什么？迄块痛出来迄地方，我袂记安怎讲。我目睭大细泪，目大细做，前差无足明显的，因为你毋是发生意外，啊，有诶发生意外就差不多有可能会造成即种你倒面正面诶面会有无共款诶啦，啥物迄个喙皮骨条，骨啊，啥物迄甲伊磨较微咧，莫遐尼尖，莫遐尼悬。啊，有诶人真正是出国进前是真正一个型，转来，迄真正无共款咧。人韩国是听讲已经有即种，有袂少人去啊，迄个歹刷过斯文诶面啦，有当迄个刷，我遮迄阵啊歹刷，甲迄个刷了总是两字一个词，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较会去瞄准讲，应该是两字对两字。咱进前嘛读者什么 A 个 B 嘛，啊伊遮可能是毋是伊要用迄个做无平房，吼203也是一个看着强势佮精工，伊就拢用汉字。啊，即大家可能是因为歹甲斯文要做对比，伊就怎用即个刷佮斯文的刷，伊就怎甲用汉字来表示，然后歹用罗马字一字尔，啊斯文是两字，所以对遮有可能啥尔像准你讲的，吼歹要换一个字，有可能是歹看面，要毋过后壁就是敢说两个。Blunt B-L-U-N-T， 啊个 F-E-A-T-U-R-E-D， 所以是毋是算两个性质 ？Yet so civilized， civilized 敢若是讲啊，有受教育，所以改讲斯文嘛。所以安尼应该是啊安尼头前这应该是粗皮款啦。Buddha feature 种性质。粗皮款，歹，要囥一个嘛，动立起来嘛。啊，歹刷个斯文囥后壁，就是so ugly and yet so civilized， 有受教育的。罗马字毋是用汉字，我个人猜想就是。伊要含斯文做一个一人两字的迄种侦查啦，我是看到是安尼。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我是读到212个啊，嘿。嘿，对。是。就是你第一面什么片啊，乌一空倒一个什么嘿，讲甚至我会记牛哟，迄牛毋是去当然在过去，尤其顶世纪啊吼，迄老大人可能嘛较传统，就是讲什么因古早人讲的嘛，什么身体发肤不敢非伤嘛，好之术嘛，对吧？你做一个。有效的人，你上基本你就袂使残害，还是互你的肉身有所损害嘛？啊，什么正耳康，什么正片康，不是糊你那更片哦。所
自我的一种形象啊，你袂使讲安怎啊，所以这嘛真歹讲你。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你你先读，因为我已经甲迄个212啊读完了嘛，啊你213开始读。伊甲主任讲，稍等咧，干那要半天咧，伊甲杯仔拢停好停，手悬。即摆爱敬啥？伊讲，游玩是迄款流啊头洗味，查某长，这我看到就是文风，要安怎表达？查某长，少大兄哥较。Western 讲，因为说他要去战斗，因拢先要离开，我为拄顶摕一个细的阿爸，甲内底一块白色扁扁的药片，摕互伊，叫伊含咧。反复讲，千万毋通互人闻到外边电推员真免切，手掠出去，问一个所在，所在也啥的。Western 甲讲，就是卡瑞同先生点头楼顶的迄间房间，迄目前还有因伫阮的国家恁安排的所在，闭锁爱定换，这真要紧。另外，我会量早差人摕一本册互你。Western 注意到，在屋内讲的时，嘛袂输听会出来。迄个字有用强调立体，伊知影就是假片的册。可能爱过几工，我才摕到一本，摕即马无济，你想会到？思想警察拢在敲诈，因在消费，甲咱在中意强迫平紧，毋过无差。这本册是无法度卖无的，就准上过一本就红抄起来，咱嘛有法度搁定做出来。搁袂差甲规日，你去上班敢有换骹吧？到这。好，感谢啊。好，毋知台湾遮有啥物想法看法？迄个214要发甲3日，你自动翻译啊。第三抓吼，你会想到，册即马无济，你想会到，吼啊，因为中文伊嘛是会。你想会到，这当然不是中文的语法嘛。你想得到啦，那阵讲你想会到是你想得到嘛。啊，毋过伊则是你想会到啊。啊，会到就讲台语是到，翻译去中文的是有可能是共，啊，毋过迄个 A 就会改变嘛。啊，毋过你想会到，甲你想会到有啥物真差？册即马无济，你想会到，甲你想会到，对，这算不了右路吧？214要看伊的英文，就是啥物？
你想会到就是本地就知影，啊，你想会着可能是普通时拢毋知咧，雄雄讲想着啊，感谢呢。对吼，就讲一个是你基本的知识免想嘛知，啊，一种是你爱经过想，你才会去想着，或者是记伫内底藏足深的，苏轼迄个，迄个是啥物调啊？江心子还是啥物戏，对无？啥物十年茫茫，啊，啥物不思量，自然忘，吼，啥物戏哦？免想就知，免想就会记一安尼。所以伊才讲，册即嘛无济，你想会到。我看伊个英文是安怎讲 ？There are not many in existence as you can imagine。你会使想象诶，哦 ，you can imagine，imagine，你会当想象诶。所以你想会到，毋是你想会到嘛？这真正足有诶呢。You can imagine，你想会到。我倒知爱安怎翻，就是人换一句话，就讲你嘛知。嘿啊，你嘛知，就是嘿啊，你就想会到啊。迄个时阵就讲嘛，即种去用管制啊，为啥用管制？就是可能物主管制嘛，啊，就是内容管制嘛，所以就变成讲，册即嘛无济，你想会到，所以你要改翻译做你想会到会含义原底讲 ，as you can imagine，imagine，就是敢若变成有真差，变成是。好，毋知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安尼，顺利是毋是换你读过？咱即集应该今仔日读完啦。虾米款的模式，足好足好，有目标。北啊，缩北的北，缩北的北。模式目标目大，真好。比讲啊，坚固，定期，也毋知，你知去堂课受到的，你知去堂课受到的信息，一条的一字，拼着。你爱要求定范。第二天你上班就莫早卡棒。迄天的某时阵，有一个查甫人会甲你的手回一个，磕，即个是磕，磕袂着的磕，磕头的磕。会甲你的手磕一个，讲拍算是你的骹棒落去啊！伊摕互你的骹棒内底都有 Boston 一本册，24天以来爱两人有时啊讲喋无讲话，过几分钟伊就爱走。我跟你讲，咱会过意念，若是咱正经过见面 ，Mr. 夜头结果有一个无暗的所在，伊讲到丢毒啦，假 KH 嘛，丢毒。伊讲到丢，就是可能，这是毋是伊学袂讲，还是学去后壁影响就是开始敢若咧，含伊想法无相款的。伊的英文是讲 ，He said hesitantly，H-E-S-I-T-A-N-T-L-Y， 就是丢毒嘛。佫有啥物其他的讲法？当然，伊的中文翻译是翻译做犹豫吧，因为中文的犹豫甲台语丢毒应该换意啊换意。当然，
有当中一寡所在可能无一定真正接对啦。毋过伫即搭招，我感觉，因为我无看过中文版，我无确实讲，伊讲甲丢毒，那准讲中文是可能会讲我猜想，说的挺犹豫的，还是犹豫地说，还是说起来犹豫，我无确定。中文无遐好，对无？我是外国人，安尼，伫一个无黑暗的所在安尼。可毋知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哋就是开始要有一寡任务啥嘛，这就敢若迄个啥，最近咱遮咧用讲遐个去用买手去用安怎遐个交代任务啥有诶无诶，我就讲有当阵啊，真正就是，当然小说是小说，现实是现实，戏出是戏出。正当咧发生诶，我无确定台顶是牵涉其中诶当事者，我毋知影。毋过我会感觉伊这写诶，就讲我著推荐看迄个台湾毕业迄个戏出嘛，就感觉以我有限诶想象力，我就感觉不离啊行啊！有限诶想象力啦，感觉不离啊行。好，安尼。毋知台顶嘅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好，玉林来啊！阮拄则读完214页，可能即集会使甲读完剩一页外尔。那较侪时间咧，就量早压尾安尼，我就讲压尾去吼。安尼，无我读一段好啊。互玉林读过，玉林看要读侪读少，就家己来。215个我先读第一段啦，215个页，第二段以后看玉林你有对着，若总有对着，然后方便读，才你读，若无就是3字甲准日咱来分咧读，吼。反正随时有想到啥物货，就罔分享交流安尼。就来215个我读一段啦吼。欧伯人点头，无表现意外，伫一个无黑暗的所在，伊讲。敢若有听到另外的意思？即马你走进前有啥物要讲的无？有啥物消息也是问题？好，我先来到遮。玉林，我毋知你有对着无？215页哈。嘿，215页。好，有啥物问题啊？好，阮是想一个，应该是无要阁问的啊，无要。应该是无阁要问，我哪呢？无好读，因为我就讲伊即个。对啦。嘿。阮是想一个，应该是无阁要问的啊。搁较无想要讲一寡铺排话，等到即马出现伫伊心肝头的，甲欧布人也兄弟会拢无关联。算是阿母最后的日子，住在迄间暗暗的困房。Charon，我是读 Charonton 啊，伊这个是我毋知，我嘛捌听过，我无去看迄，且我叫我一个外国人看到即种 CHARINGTO， 我就读 Charonton， 还是 Charonton， 因迄个 CH， 可能 Charles 甲，系啊。伊迄英国人甲法国人，伊迄一模一样的字母的拼写法，对无？一个是读 Charles， 嘿啊，一个读 Michelle， 一个读 Michael， 一模一样的字母咧。我知，所以我才直接丢倒去，顿买一个，安心自在，家己发挥。Charonton 是安尼啊 ，Charonton 是楼顶的小房间，迄粒玻璃纸地。抑阁有排伫大木厅内底的迄幅光芒画，敢若凊彩想着的。伊讲，伊敢若捌听过一条古早的念谣，起头仔是真声响伫圣 Clement， 伊讲，感觉家己某。O'Brien 佮
好咧款，甲迄段念了。金沙乡伫圣克拉曼，伊讲感嘛甲雷蒙。金沙乡伫圣马丁，讲你欠我3厘银。金沙乡伫老伯利，讲你当时要还钱。金沙乡伫小顿区，但我好夜迄时日。你知影上尾句？阮一个讲，对，我知影上尾句，是讲我看你嘛好走啊，小等下，我嘛着摕一块迄药片互你。阮一个起身，我不然伸手来摕，手来大甲手咧甲手要分别啦，手。我是讲。安尼，即摆要规个甲头完啊，迄个甲头完。我喊过，咱是讲奈无啊。伊上即集啦，要说啊，第2部剧要尾啊。我甲念煞。嘿，你甲念我说。啊是伊线顶个人拢念了，拢念过啊，拢念过啊。安尼我甲继续讲好啦，好。手力大甲险险啊，甲伊个手部递喙齿。Winston 踏出门，回头看，我不然敢若得要甲伊。放袂直直啦，手已经放伫千里无的开关顶咧听候，开关顶咧听候才对。搁较过去迄块写字刀啊，搁有绿色内顶讲写机，书类底满满的网拿。即个事件收尾啊，伊得收免搁30秒。O'Brien 就会转去拄则，互因拍站哦。对啊，拍站。互因什么叫拍站？可能中途停止吧。O'Brien 就会转去拄则，互因拍站的要紧工课，做伊的总干部。好，感谢。伊就是迄种的啊。O'Brien 有 big bag and his interrupted an important work。好 ，O'Brien 就会转去拄则，互因拍站的要紧工课嘛。interrupted。我想讲，那会形容一个拍站。嘿啊。即个站我是一个拍，对啊，是一个拍，一个站，你无两个拢用罗马字一个。所以以我来讲，对，以我来讲，我嘛较敢若去受到汉字的影响，就是讲，词咱2字，吼，我到目前也会迄个习惯，就是2字，就是买着拢罗马字，买着拢汉字。我到目前为止，嘿，较也无法度，就是迄明明是一个词，若总讲是一个词，一字汉字，一字罗马字，我目前较也无法度会用啊，足自然诶。安尼形式我也阁无法度真自然。啊，对于你工作基金会因咧处理诶时阵，我袂记咧，因讲因诶汉字罗马字处理诶原则，反正因有表，因诶网站顶悬有，就讲伊有一寡或者算。反正咧处理寡字词的一寡迄个啥建议用字用词就对啊啦，应该是算一个对照表的款吧。就讲我无确定伊的表现法，讲我凊彩记一个拍拼，吼，伊是毋是用即种方式来讲拍拼即2字先写汉字，啊，然后伊有可能中文意思是啥，写一2个啊出来参考，然后因会安怎来？甲拍拼即2字呈现，我袂讲拍第1字写汉字，第2字写罗马字，而且是个另外一种形式是第1字写罗马字，第2字写汉字安尼。我无确定，因是有一个网，因咧网页顶悬有我会记有一个 sheet 啊，一个什么所在有遮个算讲，因咧处理汉字罗马字的时阵，一个算啥，因咧用字就对啦。你若去投稿的时阵，因大概拢会照因即个用字原则去处理，不管你原底写啥。啊，当然伊敢若是讲，
你去投稿的人，你会使去说明，而且是强调你的腔口，甚至伫上下标，你可能会使或做啥度解，还是安怎讲？你的腔口是啥？安尼因就会尊重你的腔口。啊，敢若是毋是？什么所在？伊敢来讲，因会有因的用字的处理原则。啊，你若其他无共，甚至无同意的，可能爱互因知影。因为坦白讲，作者应该是算上大嘛，对吧？创作的时阵，要毋过你作者创作煞了，人后壁佫有足侪工课爱做的啊，编排、排版，甚至校对，甚至一寡用字用词的参考，伫咧无更改着作者原来的意思，编者出版应该有一寡宽限吧。准讲无全甲你改甲乱七八糟，啊！而且我讲了，前提是无去改变你的意思哦。本来你写乌，人袂使甲你改做普的，佮改做白，迄就真正杀了白来。去年准年吧，教育部办一寡会议，啊，伊当然是敢委托什么人，啊，伫现场表达意见的人，伊就是只讲台语，即两字台语，吼，抑毋过委托迄个单位，因就自动甲所有听到的台语拢改做闽南语，啊，发言者一看，当你嘛好，我是讲台语，我当时讲闽南语啊，啊尾主办单位一定是客家人。毋知影，反正就是教育部伊办迄个会，我敢若嘛旧年准年啦，就是迄阵有办什么北中南啥，几落场，啊伊迄就是坦白讲，遐个会议记录，还是会场的记录，无可能第一手就是教育部的申办人员家己去写，无可能的代志。因是公务人员，伊直接是受托执行的单位，先甲遐个文稿处理过。还是安怎才互教育部因遐人去看，啊，才去发文出来。啊，针对到底是台语啊闽南语即两个词，伊若无去听的时阵，伊根本无法度知影讲现场到底讲啥物话。伊敢若我都看人处理出来的文本是啥，就敢若同迄个法官判，人明明录音是讲 A， 结果伊听到 A 了，伊改写做 B。啊！你若无第二手、第三手人，搁去定听一届，你就敢若看到字面是写 B， 你毋知影啥物是 A。啊，即种代志，差不多伫不了一个所在拢有可能发生啊。啊，这是有可能伊无小心叮打去的，啊，嘛有可能是去用。古早就有啊啦。对啊，对啊。迄阵就古早就有啊，授予四王爷，还是授14王爷。是。古早就有即种故事啊。啊，毋过迄个是团圆啦，迄个是团圆嘛，就讲汉字改种是根本无可能对照的。啊，其他当然各有其他的事件会使有即种情形啦，吼。啊，所以反正就是对咱来讲，就是你表达啊，然后你是即个想法看法，啊，当然主办单位我就讲嘛，无去更改。无去切到你的意思的情形之下，伊有一个空间，有一个宽限，会使去调整，对无？你明明讲台，我硬甲你凹做闽南语，这当然在因用中国角度来看时，伊差不多认定是共款的，甚至经过迄个台啊了后，伊就拢来认到闽南语啦，对无？迄是一个台啊嘛，对无？因为台啊就是叫做闽南语嘛，啊，我对咱来讲毋是嘛，啊，所以这个部分。要安怎去处理，真正就是看个人。当然，小说家伊就拍三，你看，咱讲 O'Brien 就开，啊，结果英文是两个并列的迄个啥形容词嘛 ，interrupted and important， 拢是形容词，伊用 and 概念起来。啊，毋过咱呢，伊翻译就先翻译的时阵，伊用 A 来概念起来。甲迄天咱。我讲迄200，迄阵200几啊？什么？我怎讲哦？203呀，迄个强势搁真功嘛，就讲对英文来讲，可能拢是 and， 要毋过翻译做台文的时阵，
203页迄个 end 是用 KOH 来表示，啊，第216页即搭遮的 end 变成 A， 啊，所以即个 A 啊，你讲口音敢若无写汉字，我不管你倒一个 A， 什么你的、我的、一个、两个，还是水的、歹的，因敢拢是直接写罗马字，因为有的人真正有无共的意见啦。啊，即种有争议的，你当因就归去啊，干若安尼吼，罗马字反正记录你即个声音嘛，记录你的声音应该无啥物问题吧？啊，所以即个部分就是到目前为止就是，大多数的人拢是用汉罗南参写来表示的啦。嘿，我毋知咱台顶。这个 A 吼，这个运动起来分享一个经验啦。这个 A 吼，会使讲目前就是讲咱，就是汉字较罗马字，头一个哈出去啊，真正嘞，上普遍的一字啦。会使安尼讲，对，头一个哈出去的，对。因拢是从头一个，就是讲两边拢接受的吧，敢若是安尼啊，这个所在是。啊，头拄迄个拍站吼，我头拄咧读的时候，因为我毋知影头顿地去。啥。我头一个伊去想到就是讲，因为伊即篇内底有真侪迄大写的话，相当于一个大写的，对。所以可能我感觉是我家己想坐起来，想伊边仔去，我想讲，伊是毋是要讲另外一件什么代志啊？对。嘿啊，所以我才伫遐拍。煞毋知要创啥。是要讲啥？对。原来是因为我袂惯性讲一个词啊一半是。对。照你讲，你若罗马字爱有连字符嘛？是。讲有你讲还是伊就变做是一个汉字一个罗马字，好，我就顿定一下，是拍什么？所以是安尼。我是想讲，我头前是毋是要讲到伊有讲到什么重点啊？我无看到安尼，我想拍站，我拍站念出来就听有，啊，毋过要读的时阵就会有即个顿地，伊无习惯，会顿地。对，是要拍什么会，到另外讲到什么代志安尼去，还是讲特别咧讲某一个事件，还是安怎安尼？所以我想，站拍什么拍站？所以就是讲，现主是即种汉罗南参写，对咱台语人来讲，就是偷放咱的想象力。你莫去学汉字束缚的，啊，莫去学汉字束缚即条代志啊。我就讲日本人做啦上好，敢袂使讲做啦上，就讲因，你看因的汉字就是用咧用，也毋过迄个汉字的读音嘛，除了因安尼徛几年前。600-700年前，还是千几年，我袂记起来。就是迄个时阵，因是照汉字的读音进入因的日语的世界嘛。啊，就讲我所知是1945年进前，因日本人还阁是讲，你若有知道用汉字是一个足高级的人。要毋过1945年以后，战后因就发觉就讲，若阁一直坚持汉字，可能因日本会灭亡去，因日本会灭国去，因日本会去用拆食落目去，所以才规个算讲较安怎讲，大量使用迄个kann呐，甚至甲大部分的汉字拢尽量无爱用啊。所以因每一年拢伫咧重新公布商用汉字啊，逐年拢会减。即满因敢若我若无记毋着，毋过即久啊，就是剩几百字啊商用汉字啊。当然我无真正去研究，我毋知讲因迄个商用汉字的理路是啥，我毋知影。总是我要讲的是，虽然讲亚洲遮的国家不了侪拢用汉字，毋过目前听起来看起来就是剩中国、台湾和日本啊，对无？韩国伊嘛，原则上官方嘛无咧用汉字啊嘛。啊，外人佫较免讲，伊嘛是1945，对无？战败了后，就紧宣布独立。虽然讲因原来佫去法国吞打一阵啊，去国民党嘛吞打一阵啊，啊佫共产党啥。也毋过因自宣布独立了后，至少蒋维文伊炸转来的消息，遐个文献就讲，越南就真正真严格，就是反正阮就是要独立阮的国家，阮嘛无要继续使用汉字啊。虽然讲伊嘛是拄着遐个汉字使用者，也是传统的汉文汉学的专家学者，一直
足坚持，还是甚至落足侪拳在手头袂瘾放嘛。毋过2026年的现主是，我是也毋捌去过越南，我毋知啦。但我听来看起来就是，人越南因的汉字就无亲像台湾国用甲遮尔济，甚至嘛无日本用甲遮尔济啊，可能是安尼吧。啊，所以我就讲，即种用汉罗南参写，就是会使互咱一个无共的密卷哟，视界、视野，吼，迄个。但是说呢，今年旧年，但是说旧年迄本什么咱人的世界迄本册吼 ，The Vision， 我是感觉是 Vision 啦。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想要请教，我拄则他叫做歪鼻是啥？迄是碗，迄是味，迄是酒啦 ，WINE 啦，碗的味啦，毋是卡去碗着啦。伊头前伫迄个第几页遐，伊有一个。伊先甲写做台语罗马字，后壁才用 WINE。213页，迄是酒啦。你看，中段迄搭遐，吩咐讲千万毋通互人闻到碗的味。碗是 WINE， 我 WINE 一个206页。酒206页，你去翻206页，206页头一届出现就是讲，这号做碗。挂弧 WINE， 迄是英文字，wine 一种 wine， 即马台湾是翻译做红酒啊、葡萄酒，我袂记啦。因为迄种葡萄去结的酒，是毋是有几落种品种，还是几落种形式，还是安怎？因为迄个趴数，敢若对8%到20%遐，我袂记啦。8%、12%、18%、24%，到遮个，因为葡萄结的酒啊，伊敢若个分，什么第一届结，啊第二届溜，啊什么我袂记起啦。因为我2016年去法国的时阵，阮朋友就灌一罐酒出来，讲迄是老爸老母可能足久之前结的。我就讲啊，安尼无遮拍算，我摕出来啉啦。吼，像啊，毋过伊嘛是感觉讲，阮遮外国人对无？对台湾其实算外国人，伊嘛真欢喜安尼，我就摕出来啉安尼。我一溜讲，我靠，那甲我细汉的时候，阮爸阮母啊，因咧结迄个葡萄酒的味，共款，足甜的。我毋知各位朋友捌啉过无？迄种，阮细汉咧，迄葡萄酒就是啥物？就是葡萄处理过，啊，就是。一层赤沙，晓是毋赤沙？我咧糖葡萄糖安尼，啊规暗，迄可能迄水缸甲一缸足大缸的款吧。啊，然后毋系偌久，敢若3个月偌久，就会使结出来啊。啊，反正啉的时阵，因为拢全糖嘛，啊所以足甜的，啊当然有酒的味，啊佮有迄个葡萄酸的迄个葡萄味安尼。啊，毋过尾啊，我刚读大学，啊，搁出社会了，去啉过遐个碗就拢无细汉啉过迄种葡萄酒的味，一直到2016年去到法国，阮个朋友一赶出来，迄天暗时阮打到的时阵，我就讲，迄天暗时阮就敢若共啉，因为阮6个人去嘛，阮6个人当然毋是要推酒，毋是要纯粹啉酒无啦，啊，毋过朋友迄天暗时摕出来，敢若对。哪食暗顿着哪啉迄个碗，吼啊，食饱，要食饱的时阵，敢若是摕，毋知是罐结的，还是买啊是 whisky， 我袂记起啦。反正迄暗时我就啉3种吧。啊，我去3礼拜，将近3礼拜，对，2礼拜外，较无20天，吼，我就讲阮6个可能共啉过30支啊50支吧，当然遐尼久的30几50支。我要讲的是，迄酒的物件我毋是真捌啦，啊，所以即个原底头一届出现，就是讲，你台语要安怎写，你就照迄个音写。啊，你即个你写做 UAINN， 啊，你的来源是啥？是 WINE， 啊后壁就拢用 UAINN 来讲，所以。
伊至少毋系第几届出现第213个，迄就是安尼碗会酒安尼啊，所以当然伫即种汉道南参写的时阵，敢会使保留 WINE， 就讲伊人名嘛保留。你看 Winston、Julia 吼啊 O'Brien 啊啥 Charlton 对无？人名嘛是保持罗马字的拼写法啦，其他的物件敢袂使保持罗马字的拼写法，我毋知影。哦，大概是安尼。好，毋知咱有一个所在有毋对字啊，215个迄个什么唱歌迄个第2个啦 ，Martin 啊 ，MARTIN 啦，啊，所以毋知啥物原因，反正就是，刚伫头前嘛，啥物所在嘛是 TIN 变 ITN 啊呢，大概是算写毋对吧？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咱应该再来压尾啊。好，今仔日爱记，歹势准着咧压尾的开头，后当。安怎学伫说多声？啊用啥物语音祝偌济大字落目？倒一款花纸才通报答？照起工请压我的你，无必受气，为你等待一个或一个的后头。哦，你共改叙述啊？最后一句啦，你搁读一解。好，即句我感觉应该算重点的款吧。哦，咱下面再来讨论看卖啊。来，叫你看你读会使袂？170页。好，还是要3年先读，来，有个零读好，有找到先读。好，后当哦。嘿，后当。后当，要安怎含你说多声？爱用啥物话语？斟酌偌济纸字，落目伫倒一款皮纸，才通报答照起工请压我的你，无必修成，陪我等待一个，搁一个的后当。好，感谢啊。好，3年啊你。后当要安怎含你说多声？爱用啥物话语？真少偌济纸字，落目伫倒一款皮纸，才通报答照起工请压我的你，无必修成，陪我等待一个搁一个的后当。好，感谢啊。若准讲用，对啊，准有一寡字无下面无共的腔口嘛。啊，若用另外一个腔口，尤其迄阵话语即个，我都无确定其他的字要安怎变啊，所以就变成讲，迄真正要依持某一个特定的腔口，真正就是爱下决心、下苦心。就敢若你若想要学啥物，英国的伦敦腔晓，吼。啊是啥物美国啥物德州的英语腔啥，迄真正是你爱知捌甲足透，你才有才调学会成嘛。啊，毋过伫学的时阵，就是一字一字改嘛，吼。我来懵读。后当要安怎含你说多声？爱用啥物话语？斟酌偌济纸字，落目伫倒一款皮纸，才通报答照起工请压我的你，无必修成。陪我等待一个搁一个的后当，我感觉最后一句应该是一个重点吧。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因为我看了后当吼，歹势先互我，想我等一下，阮即个无讲介成熟的，连咪
俊迪老师压尾哦，长袂叫俊迪老师甲咱压尾一下呢吼。我就讲，我看到这个后当吼，我就敢若就随想着讲，种着歹田望后当，咱的人生有愿望，毋惊前途偌坎坷，总有春光等待咱。人生逐位会开花，只要勇敢向前行。我就啥咧？因为一般看到后当，直接想到就是迄个李小干语就刻到话嘛，啥物种着歹田后当，娶着歹某一世人迄种话语嘛。啊，毋过伊敢若袂输甲即个后当当做，当然毋是讲袂使有创新意，抑毋过含传统上我所知吧，迄种啥物种着歹田后当的即个后当，敢若有淡薄仔无共款啊，所以看到最后伊最后一句的时阵，陪我等待一个搁一个的后当，我就这敢是咧讲啥物话？就讲今年无好，无要紧，咱搁有明年。即句无好，咱搁后一句。啥物无好，咱搁照一个。就讲陪我等待一个搁一个的后当，我就想不了一困，才讲这敢是一个歹囝，互关爱啊。当然最后可能有变好囝啦，吼啊，所以才会写互，等于写互请伊的人嘛，才通报答照去讲请我的你嘛，对我报答即个你嘛，啊，无必须想讲哦，你一定要紧好，全就慢慢啊等待后一个，搁后一个，搁后一个，一直到可能伊即马变好啊，可能是安尼，所以最后一句我感觉，这敢是一个真正是啥？爸母疼囝迄种心情，讲啊，无放弃讲，即个囡仔总有一天会变好啦。过去若啥物原因，请一个无拄好，全歹去，歹走进去啊！所以陪我等待一个搁一个后当，我是安尼想啦啊！所以我毋知会怎样，迄阵毋迄阵啥当时啊，可能嘛走打过道吧，我袂记啦。我就随想着种着歹田望后当即种较传统的讲法啦。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等叫俊杰老师压尾好啊啦。嘿啊。我感觉，即点我甲你的想法就相像。我头要读后当的时候，我嘛想到即个种着歹田望后当。对啊。不过我想要有另外一个，针对这首诗里的开头，我想要有另外一个思考方式。我去想到的就是，什么人唱一条歌，一个查甫人会较好。哦，迄是华语的吧？对。对啊，我想，我那会想着讲，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咧讲，可能你互我经过真侪苦楚，还是真侪磨难。啊，毋过我即摆已经行出迄个过程啊，有一寡物件讲，伤心的代，就是艰苦的代志，用笑笑啊讲，迄种的感觉。不过伊是行过啊，我想要用另外一个角度解释这首诗。连着讲就是爱感谢你，互我的成长，感谢。若无你即款的拖磨，我无即款的改变。我想要用安尼的角度来看这件代志，看伊日子。可能，这嘛是较最近就是拢咧讲，过去所有遐一切，不管好诶歹，拢是成就现主时诶咱嘛，对无？有可能顶个日若无迄条啥物代志，你可能就袂伫遮啊。所以过去所有一切，拢是成就现主时诶咱诶袂当欠缺一部分。当然你讲逐工食啥，迄可能无啥物真差。抑毋过有当一寡关键诶迄个事件，若准讲无共发展诶时阵，迄可能真正你我咱毋知啥物人，现主时就袂伫遮啊。对无？顶个日还是啥物状况，啥，迄真正有当做。有一句话啦，讲诶，毋是，就是讲，拢爱感谢过去啦。过去诶种种代志，拢就是敢若两个启示尔。一个就是啥物，有啥物咱咧感谢，
两个 K 是一个就是成长啦，啊一个就是成就啦。是，看你是倒一种成就的话，就是互你成长嘛。啊，所以这拢是一个规底啦，来当做是一个规底来看的。没错。啊，所以你就感觉明仔载更较好，明天会更好。确实有影。是运动是爱安尼讲，嘿，但因我感觉你头拄仔咧讲迄个一个搁一个后当，迄个等待一个搁一个后当，迄种的感觉。无必修成，就是讲已经放下挂。哦，啊，有可能心肝头，你讲，心肝头迄个意志吧，啊，伊就做这件代志，互伊毋望未来一天搁一天啊，迄种的感觉。啊，但是我感觉是充满希望的。我想要用这个角度来看待这首诗。好，感谢。迄我想讲，敢嘛真久啊，就是啥？当然迄阵我是，敢是想着，迄阵敢是中文，然后翻做英文嘛。Waiting with hope， waiting with hope，live bravely， 对，怀抱着希望，勇敢的活下去。就讲，确实有影是无遐尼简单，无遐尼爽势，无遐尼轻巧。也毋过，迄当然有一寡搁要讲的，日本人敢若是有一种精神，还是啥？就是讲。若做讲未来愈来愈惨，愈来愈歹，迄就现主是上好。啊，若干了现主是上好，你是毋是怎？规气现主是就解决家己。虽然讲，咱大部分的人拢会感觉讲，我毋知是毋是感觉啦。啊，讲啥物来即个人世间是来受苦受难啥。我会讲咱人世间拢是啊。讲咱人来出世拢是来受苦受难，即种看互我个人感觉，我嘛是顶世纪出世的人嘛吼。就讲，敢若袂输是顶世纪出世的人，尤其若准讲伊受教育时间拢伫咧主要伫咧顶世纪的时阵，安尼可能拢会感觉，即世人来遮是来拖磨啊，来受苦受难的。也毋过我就讲即几年我开始有感觉到一寡人，凡事有可能真正啥物。面无汤的厚度无够，所以无甲顶世人的记忆洗清去，啊，然后咧，转有一种想法，就是讲，无啊，这世人我就是来遮佚佗的啊，我这世人就是来遮学习的啊，我这世人就是要来体验的啊，啊，当然体验的意思是啥？有也好，无也好啊，毋是讲啊，我是来受苦受难的，一定要互我遮尔艰苦的，无我遮尔艰苦吼，就是无达到。人命无汤进前歹的任务，啊，所以有当初就是遐个现象、遐个代志，确实是影就是已经过去啊嘛，无搁定现啊。啊，毋过你看即条代志是毋是会使无共个角度，就敢若即首诗相款嘛。我就讲，伊是毋是到即马即个坎站啊？然后伊回头去想，才有头一句嘛，要安怎含你说道谢？所以是毋是变成讲，伊第一句甲上尾句等于是有一个呼应哟？敢会啥哩讲？至少就是讲，要安怎含你说道谢嘛？啊，无讲实在，即中间过程敢若有一寡，是我会感觉就敢若为了歹行的分者啊，曾经捌行歪路，行到歪去边仔去，啊，即马已经行转来。时代人还是大多数的人认定的正路了，就对，确实有人无放弃过，有人慢慢甲我请，才互我曾经可能行歪去，啊，然后转来即马即个正路，啊，所以有开头讲要安怎含你说道谢，最后讲陪我等待一个搁一个后当，才通到现主时的我安尼，所以真正确实就是。安怎讲？即几年啊，学台文啊有较无共款的角度吧，嘛真正呼应迄句话。有人讲，你用无共的语言，其实有当阵啊，毋是你会使控制，当然你嘛会使控制啦，控制啥？无共语言就等于呈现无共的个性，还是无共的性格。
迄个哦，要请郑迪老师做阿伟，我搁讲一个是，迄个像阿凯之声晓啊，伊嘛用中文用华语授访问嘛，啊，就有人讲迄个阿凯啊，讲台语含讲华语，迄性格敢若差甲不哩啊济呢。啊，所以就讲再一次，甲迄句话讲，你使用无共的语言，有可能就呈现出无共的性格安尼。我是感觉嘛，再一次有即个正面的证据安尼啦。好，安尼是毋是交准迪老师来甲咱压尾？啊，看你是要搁做其他分享嘛？拢安心自在，自由自在。第一点讲吼，头先看到后当嘛是共款吼，咧排水咱迄但是吼，我有搁做一个动作，就是讲，我著搁去查历史典，啊，搁查迄落资料库吼，啊，资料库内底拢是上个字，所以安尼就是讲，我咱内容拢是差不多迄个字义，但是后当伊就是讲，后一个当天嘛吼，啊，就是隔年啊、半年啊吼，所以安尼用，我感觉你若用用遮就是半年啊，其实应该啊不会大，但是吼，你看伊第二啊，吼，去收迄头呀，伊写注解吼，我感觉注解怪怪，用华语写的注解，讲台语的当就是讲农作收挂柜。我查迄个就是敢若意思敢若模拟尔，咱讲一档，无当两当啊，系啊，对啊，早当、午当啊，两种啊，两当过啊，甚至恒春有三当是安尼啊，所以对啊，所以是收挂无毋对啊，收成无毋对啊，只是伊迄个语气怪怪啦，我毋知。就来歹势，准你继续讲。当个经理，哇，下工，煞是咱无去的人，忙过一当换后当，是安怎总是咱无人，无个照演习，听讲 AI 大帮战，有个摩萨绝对红不让。有要甲咱说明一下。我咧写时阵，第三段嘛，第一段就是蛋嘛，吼，啊，第二段就肉嘛，吼，啊，第三段就咱今日去演讲，我刚用五个啦，吼，五个就是五嘛，我是字，五个就讲 AI 嘛，吼，啊 AI 讲咱台语，若个打入 AI 吼，都靠5万嘛，吼，所以我就讲红不让，所以就是，我哋就是真正就是迄句话嘛，就是waiting with hope 吼，怀抱着希望，勇敢的活下去安尼 ，live bravely 吼，应该是安尼。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主要咧读的这个1984，就暂时先读到这。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也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管网头网分享网交流。好，安尼今日读到这，感谢，谢谢，拜拜，再会。